先來看海巡署的中部分署是透過智慧監控系統，發現在中華漢堡的南仔地有一個查甫人，伊是直直向這海裡行去，因為蘇當時是電流，這海水已經漲懸啊，所以海巡是趕緊出動來找人。加在後來在離岸邊差不多2.5公里的所在，有平安把人救回來。透過智慧監控系統，會當看到一個人行佇南仔地。拜日暗時9點外，海巡署中部分署第3分隊利用監視系統，在中華漢堡發現有一位查甫一直向海裡行過去，隨通報消防隊協助處理。加在離距離岸邊2.5公里的所在找到人。海巡署中部分署表示，當時在岸邊發現這位查甫人的車，透過車牌確定車主身份，要接到家屬報案，講人失蹤。因為當時天色已經暗落，而且電流、海水已經漲到人的腰部，海巡趕緊出動空翕機，嘛透過紅外線攝影上撩水找人，順利把這位失聯的查甫救回來。鹿港巡邏站運用環島智慧型岸基監控系統執行遠端巡查勤務時，於本峽漢堡科道發現一男子獨自朝海中走去，疑似有輕生傾向。海巡人員抵達科道，隨即涉水深入科道搜尋，持續搜尋約20分鐘後，順利於距岸2.5公里處尋獲該男子。經救護人員初步檢視，男子無明顯外傷，僅有失溫情形。海巡署中部分署表示，這個透過智慧監控系統，真緊就發現失聯的民眾，而且成功救援，展現科技輔助救援的成效。海巡嘛呼籲民眾，若心情鬱卒、心悶，應該愛向專業人員尋求協助。另外，若是在海邊發生任何緊急的狀況，民眾會當打118專線報案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